又对客家中见到工人家家户户就会建5幅画，也係各種嘅傳法，夾睇公堂從嘅門口，我等等時代嘅變化，夾5幅畫嘅小限彩，我客家建制嘅數字，啥天天嘅買起嚟，楊玉元係對花蓮嘅好老莊，加到屏東聯絡客家中嘅客家新橋，一路開業傳承客家建制數字嘅基因，伊講客家建制嘅圖包含等各種嘅意思。各種建制代表一個古一個族服。睇竹筒空碟代表福、祿、蘇、喜，韓國八卦圖形呢5幅圖求平安，係6對行人過年貼有嘅秀。過年的時候啊，我們祖堂就會貼這個5幅圖，這是屬於年節5幅圖。好，那中間一定是八卦。然後它八卦的作用就是說，好兄弟啊，最好到我們門口就停了，到我們的祖堂就不要再進來打擾我們的意思。正月15過後，就禮跪佛手門前至公園前頭路，就表示年過節的個個要跪去打餅做頭路誒。我們客家人是一個很勤儉的族群，他15以後就，各自要一起頭路誒，這個東西就要撕下來，然後燒，拜拜就燒了。燒給上老天爺去了，給祖先了。過去客家人因為日過來無按豐容，為了增加過年的氣氛，故所就慢慢地發展出來剪紙的藝術。人要過年咧疊嘅紅紙啊，好春聯啊，一框框那裡都買一卷紅紙就跪起嘅，跪起就是同業婦人家講，啊個剪那裡疊上去就嘿，都按了就親老年咧，然後就剪就。很多圖騰就出來了，然後很多的祈求就出來了，很多的感謝就出來了。一記剪到一種風子，行人就剪得出祝福、喜態、韓國感謝。以前的剪刀是很大的，然後又生鏽，有沒有？就用那個剪刀在剪，所以客家剪紙，它的特色就是。它很淳樸，很簡單，沒有那種科啦、羽毛啦那一類比較花俏的圖案。董叔叔嘅剪出5幅圖，楊玉元時常攏會坐喺花樹下剪出佢對生人嘅思念。剪的時候就會想，這個圖案這麼漂亮，啊，那我會想我女兒啊，想我兒子啊，那個時候他們都在國外，就會剪了，然後就想說多貼幾張。讓他們能夠在外面很平順。那個婆婆她剪了男生或者女生，那個娘家來看的時候就知道要包偌濟類。唔過除咗年節以外，6對行人對出世日常生活就同剪紙親有關係。故所功夫嘅好壞嘛關係到家出希望。佢細妹17、18歲，家嘅時節啦，因為就會啲綠卡剪個窗花，然後。他甲比較看看，慢的剪啊，個輕靈動，個精巧。初5過後，或者是15過後，都會搶媒人來說媒。其中嘛有野愛對愛出街每嘢祝福。有一個客家的女孩子到城裡頭去當人家的媒兄，那到17、18歲了，就準備要嫁了。他爸爸問他說：妹啊，你想愛馬雞啊？爸爸買本。你就同爸爸講嘅，親上愛安尼，以為給紅蟲啊，兩邊有嘢安尼剪帶來親，好想要，他就把它剪，就剪。這個有10個祝福，滿滿的祝福，爸爸的愛心滿滿的祝福。這個很久的，這個民國多少年了，我都忘記了。楊玉元係專門推廣客家剪紙藝術嘅，未做為幾下年呢。唔過幾位好有項功夫，係因為家娘見嫌佢氣嘅。那阿發果那個時候第一次中風，他就所有的子弟哦，一個也沒學成，然後阿發果就很煩惱嘛，就跟我婆婆講，他有一天走了怎麼辦？那我婆婆就說：好像我媳婦可以哦，我下班回來，他就叫我過去看看。結果看了以後，客家剪紙文化傳承的經驗，就喺花蓮河洛莊加到屏東聯絡客家莊的客家新橋楊玉元的剪頭坊開店呢。事實上，它裡頭是滿滿的每一個人的故事。實際上，在剪這個東西的時候，這張紙就等於是
我的自传一样，给我的感觉啦，我很喜欢他，就是喜欢他这一点，这是代表什么？然后这两边是什么都有解释，这也是五幅图之一。就讲也有亲友女含的图要传下去。邱先生详详细细将各种客家剪纸按用为剪，含过意义记录下来。因为图很漂亮，所以我才下去学。学了以后知道他的故事，又觉得他真的很有深度，那就更喜欢。我就一直学，学到后来骑虎难下了，就变成有一个使命感了。你如果没有把它传下去，就好像很对不起。刚开始是很对不起阿法狗，后来更大的对不起是很对不起客家文化。邱先生因见因婚，原来也有图传承的是客家人尊敬天地、顺应天意来做的精神。故所记做也唔咩，唔做也唔咩，从此就将传承变做其他最重要的工作。一部客家模范的睇书店布置，将一步一步各有意思的客家剪纸吊挂起来，就像过去过年的时节。今年的过年，邱先生带运的连锁书店的展览的邀请，在过年期间展出。会希望说，就是可以透过这边，然后让更多年轻的读者或是不同领域的人知道，有这一项的艺术存在，然后它其实是有一些人正在努力的让它继续传承下去。这张是我最喜欢的，是一张好图，有男有女啊，它是新嫁娘镜子上的一张很期望的图腾。接下来呢，我们这一张是一个安旺福的时候。做的这个比较稀奇的是60大寿图。电电台湾的经济发达，不但家家户户拢为剪的5幅图变作为艺术品，用书剪的客家剪纸嘛提升到的文化资产是一种艺术。不过慢慢的无人会剪的，对传承邱先生有一些无奈何的讲，想做得亲力来做。有人对这个有兴趣，主办的人对这个有兴趣，所以我们就尽量赶快推，趁缝隙赶快推。那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休息，姜太公钓鱼嘛，不然呢？透过客家剪纸，邱永元希望将慢慢的祝福送给大家。当然，佢还那希望也好有客家精神、客家智慧的双面的功夫，做得一推一推的传下去。